你俾幾千蚊買張機票，點先知係買難受定真享受？今次教你點樣一眼睇穿邊啲航空公司係貼錢買難受嘅伏位。究竟除咗安全，仲有乜嘢標準先係最重要？好，最新消息，以色列一間公司做咗個全球顧客滿意度分析，整個全球最令人厭惡航空公司排行榜出嚟。喂，雖然冇香港公司份，但呢單新聞嘅重點根本唔係邊個最差，而係佢哋個評分標準絕對會顛覆你對好服務嘅諗法。個榜頭3位話全部都係美國公司，排第一嘅係年載客量超過2億人次嘅美國航空，得分係低到離譜嘅1.8分，滿分10分。調查話佢哋舊年有成11單飛安事故，仲有幾百單行李唔見咗嘅投訴，真係估唔到排第2同第3嘅分別係廉航 Frontier 同聯合航空。Frontier 雖喺一年有5單事故，但係因為客量少過美航，所以僅僅排第2。最諷刺嘅係咩？份報告嘅分析師講咗句重點，呢啲公司最大嘅問題就係將每一次出事都當係單一事件，而唔係睇成一個連續嘅差劣體驗結果。乘客嘅怨氣就不斷累積。仲有樣嘢好吊詭，好似聯合航空、瑞安航空同 Wizz Air，明明舊年一單事故都冇，但一樣榜上有名，呢個就係關鍵啦。好，新聞講完，翻嚟我哋一開頭嘅問題，究竟香港人去旅行點樣先算係一間好嘅航空公司？個評分標準應該由邊度開始計？其實真正嘅評分由你制買機票嗰一刻就已經開始。第一關買飛體驗，個網站個 app 順唔順手，有冇一大堆隱藏收費？行李費、揀位費寫得清唔清楚？好多時魔鬼就係喺呢一啲細節度。第二關機場體驗 ，check in 櫃位排幾耐，地勤人員係黑口黑面定幫到手，行李限額係咪計到盡，一刻都唔放過你？呢啲都係構成你第一印象嘅關鍵。第三關飛行體驗，呢個大家都明，就係張凳舒唔舒服、乾唔乾淨，飛機餐係咪狗飯，空姐空少嘅服務態度，同埋個娛樂系統有冇嘢睇。但係最多人忽略嘅係第4關事後處理，即係你唔好彩，行李唔見咗，航班延誤要索償，佢哋嘅客戶服務反應有幾快，處理得有幾好。呢點正正就係頭先個報告話連續性體驗嘅核心，一間公司點樣處理佢嘅過失，先至最睇得出佢嘅質素。所以安全係基本，但係咪代表冇意外就係好？定係由你撳付款掣嗰一刻開始，直到你拎翻行李翻到屋企，成個體驗先係真正嘅評分標準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留言話我知你心目中嘅地獄航空體驗係點樣。